大家好，Steve Chow S 級金融，今日跟大家講嘅就係咧1929年嘅真相，比大家想象中咧係更加黑暗嘅。咁美國當年嘅美國大蕭條咧係根本唔係天災嚟嘅，而係一場咧精心策劃100年嘅世紀大收割。咁前兩集咧我哋講過係華爾街嘅金融機構點樣利用戰爭嘅可控性咧，而咧係俾佢哋咧係賺錢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又講關一個咧係1929年美國大蕭條嘅後邊究竟係發生咩事喎？係咪真係呢個市場一個變動咧？咁首先問下大家一件事先，大家有冇睇過咧1929年美國大蕭條嗰個歷史咧？幾乎所有人咧都話俾我哋聽啊！呢個咧係不可避免嘅經濟週期，係一個市場嘅規律，係邊個咧都離唔開嘅一個市場時代嘅悲劇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哋將另一個版本嘅真相咧係完整咁講出嚟咧。當大家聽完之後咧，大家可能咧會背後咧係發涼㗎啦，涼浸浸啊！咁第一咧係表面咧全民致富，真相咧1920年咧，響1920年代咧，美國進入咗拋效嘅20年代，工廠就全開啦，商品泛濫，社會咧表面上咧一片繁榮嘅。但喺繁榮嘅後邊咧，有啲數字咧就講明咗一切啦，就係當其時嘅工人啊，10年嘅工資嘅增幅咧係唔夠8%嘅，但係企業嘅利潤咧漲幅咧係62%，而股東分紅咧個漲幅咧係65%啊。咁到1929年咧崩盤之前啊，美國最頂層嘅0.1%嘅家庭嘅財富咧係相等於底層42%嘅家庭財富嘅總和。咁而60%嘅美國家庭咧依然咧係響溫飽線之下咧苦苦咁樣去掙扎嘅。呢個唔係貧富差距啊，其實咧呢個係咧貧富嘅斷層。咁第一步就係咧係壓死咗工資，鎖死咗底層嘅一個儲蓄。呢個唔係偶然嘅，而係咧頂層嘅資本咧個刻意咁設計。福特啊、通用啊、美國鋼鐵啊呢啲巨頭咧秘密組織咧反工會聯盟。如果係工人係咁罷工啦，直接咧係鎮壓。邊個咁咧話提高咧係升職啦，或者係加薪咧，立即咧被開除嘅。全個行業咧都會封殺呢個人㗎啦。資本嘅邏輯咧就好清晰㗎啦，想收割咧先俾咧底層咧就。啲人咧就冇錢冇儲蓄，只能嘅係靠信貸生活，就將未來嗰幾十年嘅收入咧提前咁抵押咗出去。咁第二步咧就係信貸嗰個嘅陷阱啦，就將大家你未來提前咧係榨乾咗先，冇錢消費咧唔緊要啊，資本推出就先享受後付款，咁呢個嘅全民洗腦啊！通用汽車率先咧成立咗金融公司，廣告啊、收音機啊、報紙啊，全部都轟炸你，咁使到大家都以為咧提前過上咧係中產嘅生活，實際上咧就將大家嘅後半生咧賣咗俾華爾街啦。雙重收割咧就因此就成形啦。響日頭咧，將工廠咧被剝奪呢個勞動嘅價值啊，晚上咧就用分期消費嘅，咁大部分嘅人咧又被咧啲高額嘅利息咧所收割嘅。數據咧係觸目驚心嘅。1929年咧60%嘅汽車咧係靠咧賒賬嚟購買或者係分期付款嚟購買嘅。家庭嘅債務咧10年暴漲咗咧5倍，脆弱到咧一陣風咧就可以將你咧係吹倒㗎啦。第三步咧就係股市嘅泡沫啦，將全民咧拖進咧呢個股票市場，成為一個賭場。跟住落嚟咧就係最關鍵嘅一步咧，就係資本開始咧收割咧
媒體啊統一口徑咧，就大聲叫咧就係、股市就永遠係漲嘅，編造咧係連嗰、呢個擦鞋個細佬哥咧都會可以咧變成富翁啦。農民咧炒股暴富呢啲咁嘅神話故事啊，但係咧絕對咧就唔提喎。買股票有咩嘅風險啊？銀行推出咧10倍槓桿，$1000咧你就可以買咧1萬嘅股票啦。本質上咧就係呢個合法嘅賭博嚟嘅。咁啊瘋狂到咩程度咧？就係紐約交易所啊個股市貸款咧高達咧85億美元啦，超過咧全美流通嘅貨幣量。1/3嘅家庭咧亦都衝入去股市，咁啊工人啊、農民啊、小商販啊，全部咧攞晒啲錢咧去股票嗰樣。咁第4步咧就係美聯儲配合啦，精準咁再吹爆啊呢個嘅泡沫。呢個咧就係最精密嘅一步啊！美聯儲咧俾摩根啊、洛克菲勒啊呢啲咁嘅財富咧，呢個財閥控制住。1927年咧瘋狂咁降息，大水咧係滿貫個市場，就將泡沫再吹到咧去到極點啊！等到咧呢啲頂層嘅資本咧完成咗嗰個佈局咧，嗰啲散戶啊全部咧都係入晒場啦。響1929年咧8月咧突然咧就加息啦，咁好精準咧就刺破呢個泡沫。而崩潰之前咧，個金融大佬咧就已經咧個咧係走晒佬噶啦。洛克菲勒咧提前咧套現咗1個億美金。摩根咧通知晒啲親友咧，就嗱聲咧就拋售晒啲股票。福特啊，響崩盤前咧2週咧就清倉所有嘅股票就賣晒，套現咧就2個億美元。與此同時啊，媒體咧仲喺度咧大聲叫：哇，衝啊！股票會永遠上漲㗎，唔炒股咧就你錯過呢次嘅時機㗎啦。咁跟住黑色星期二嚟啦。40%嘅社會嘅財富咧，一夜咧就清零啦。響1929年咧10月24日咧，黑色星期咧，美國股市咧係暴跌嘅。摩根咧就假意咧就叫話咧就話聯合銀行啊托市啊，咁目的咧唔係托市同埋救市啊，而係只係咧穩住啲散戶，俾啲資本咧最後嘅時間將啲尾貨咧全部咧係掟晒俾啲普通人啦。咁出貨完畢之後咧就立刻咧就撤資啦。咁10月29日咧黑色星期二災難咧就嚟一個結束性嘅爆發。5日裏邊咧個股市蒸發咗300億美元，40%嘅社會財富咧瞬間咧就消失啦。1萬家嘅銀行倒閉，900萬個儲蓄戶咧，25億美元嘅存款咧全部歸零啊！更黑暗嘅真相係咧，銀行早已經將啲呢個存戶嘅資金咧全部咧係抌晒入股市啊！崩潰之後咧，將資產咧轉移到咧私人帳戶，公司咧嚟破產，所有損失咧就由啲老百姓咧去承擔啦。咁我哋亦都睇到當其時咧寧願就倒晒啲牛奶咧，都唔去救濟窮人啦。響大蕭條期間咧，啲窮人就飲唔起牛奶，亦都咧食唔起咧係糧食，而資本嘅選擇係咧。牛奶嘅運費係高於牛奶價錢，直接不如倒落去河嗰度算數啦。糧食咧大量咁銷毀，咁咧絕對咧唔能夠低價咧賣俾啲窮人，因為降價咧就會影響到咧嗰個嘅利潤啦。所以咧普通人嗰個嘅人嘅生存權永遠咧排喺佢資本嘅利潤之後啊。咁最後咧。就係搶晒你啲錢之後咧，仲鬧你話你抵死喎。收割完之後咧，資本都係開始咧就洗白白啦。佢哋咧發明咗話呢個什麼嘅經濟周期呢個詞語啊。
將災難咧包裝成為咧呢個係一個自然嘅規律。媒體咧咁啊集體指責咧普通人咧就話邊個叫你咧亂咁去借錢？邊個咧叫你咧係貪心去炒股票咧？一切咧都係你自己唔自律，你自己貪婪，咁你咎由自取啦，唔好怨其他人啊！將壓嘅工資啊，造成嘅泡沫啊，所設嘅陷阱咧，全部咧推卸晒責任，好完美咁咧，係反而咧係推咗俾啲底層嘅民眾，搶光晒你啲錢，然之後仲要企響咧道德嘅制高點咧嚟鬧你，頂你咧自我懷疑，呢個啊只係最恐怖嘅真相啦。好啦，最後咧羅斯福嘅新政啦，其實咧佢唔係嚟挽救呢個事喎，只係咧翻嚟咧就係做一個嘅修補嘅啫。好多人咧以為咧羅斯福總統咧呢個新政咧挽救咗美國，真相係咧底層嘅人啊已經啊唔能夠生活落去啦。咁社會咧就面臨咧就會出現咧係革命。新政啊只係咧俾資本主義嘅修補啦，設定咧係最低工資，就俾咧容許咧成立咧係工會，對富人咧徵收咧79%嘅高稅。咁其實嚟講啊，你同啲呢個富人嚟徵收幾多稅都冇用嘅，因為佢哋知道點樣嚟逃稅嘅嚇。咁呢個叉叉證明咗一個嘅規律咧，就係一個國家真正嘅根基啊，唔係一個頂層嘅帳面嘅財富，而係千千萬萬普通家庭嗰個購買能力嘅。抽乾晒底層家庭嘅血液嚟咧餵養呢個頂層嘅泡沫，呢個唔係繁榮喎，而係咧俾整個國家咧其實咧喺度挖緊一個墳墓啊！歷史咧就不斷咁會重複嘅。今日再睇下咧，某些邏輯、某些現象，響今時今日係咪亦都似曾相識咁咧？1929年啊，嗰個大蕭條咧，從來唔係天災，而係咧有一場咧有計劃、有預謀，金融機構精準咁執行嘅世紀大收割。咁大家睇識歷史之後咧，智能睇清楚咧當下。睇清楚現今社會咧，同埋呢個金融市場咧，只能夠好好咧係保護自己啦。咁喺呢度咧預祝大家咧就審慎理財啊！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啦，如果大家有咩提問咧，歡迎大家喺 Steve Chow S 級金融下底咧留言啦。咁喺呢度咧係請大家咧支持咧 Steve Chow S 級金融嘅頻道，大家嘅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咧、點廣告同埋點分享咧，使到咧 Steve Chow S 級金融咧能夠廣大嘅傳播。最重要咧係可以分享到俾其他嘅朋友知道有 Steve Chow S 級金融呢個嘅頻道。今日節目咧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